劳动部预告就业保险法修法，除了把这投保年龄65岁以上限制抬掉以外，另外也带条件延长要件留职停薪的津贴到7个月。此案预告24天按算明年送予行政院。为着因应双就业双照顾，中高龄和高龄促进就业的政策，劳动部推动就业保险法修法，重点包括扩大加保的年纪、缩短申请失业给付等待期的条件等。除了提掉投保年纪65岁的限制，嘛要增加要件假的津贴，促进家庭内性别分工的平等。这次我们增订了让抚育同一个子女的双亲临满6个月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，在后续育婴留职停薪期间，可以依照规定各再请领第7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。妇女团体虽然肯定政策，不过认为现时的要件假以平均月投保上悬45800的8成来算，对查甫人来讲实在是无够开销。这个政策的成效恐怕不能期待它太高。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把就业保险的天花板可能要适度的向上提升，这样子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才会有诱因让爸爸愿意休假。劳工团体讲，这届修法是因应中高龄甲高龄就业者促进专法和劳动基准法修法，劳资双方协商了，会当延后强制退休的年纪来修订，安尼会当提升中高龄劳工的保障。我们用这个就业保险，它里头有相关的这个失业给付等等的这个津贴，来填补这群高龄者真的进入到职场之后，他如果真的不幸失业的时候，最起码他还是可以拥有一定的老年经济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。杨淑伟阁进一步表示讲，以台湾劳动年纪的结构来看，中高龄者的劳动参与率比外国较低，建议政府要按前端保障来促进就业平等。降低这场歧视这个方向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